兄姐妹平安，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第17、15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完全信靠你，请帮助我们调整脚步，能够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并永远掌管我们的生命。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是诗歌敬拜。方便的会众请起立。站立，让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让他永永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相通，我信圣灵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82章1至8节，旧约的612页。
旧约612页。待会由诗会这边诵读白色的启文，会众弟兄姐妹诵读黄色字体的印文。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为痛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你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不要像王中的一位。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基业。公祷部分为这个东欧的国家亚塞拜然祷告，基督信仰能够进入其生活文化，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穆恩堂侯协明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也为台湾的儿童青少年暑假有好的时间运用及学习祷告。也为今年暑假后升级新学期及新学校的儿童青少年祷告，愿主赐他们新的展望和学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有的日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叫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阿摩司书的7章7到11节，以及哥罗西书的1章1到14节。我先念这个阿摩司书的7章7到17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造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丘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
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接下来是哥罗西书的1章1到14节。奉上帝旨意，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道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之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上帝，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得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接下来是读经的部分。今天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的16到33节，新约的121页，新约121页。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住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吗？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的对你们说，
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是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接下来是诗班献诗。
S 班献诗。接下来我们请蔡依文牧师为我们来传达上帝的话语，题目是忧愁变为喜乐。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在主日同心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何等欢喜！我们在主你所定的圣日，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我们调转我们的脚步，我们来跟随主，带领在今天主日，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好叫我们领受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得以成长茁壮。我们献上赞美，求主恩待赐福。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没有出来，好来，对不起啊。在生命当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恐怕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即将跟我们永别，然后一再的嘱咐我们许多事情。这些镜头在医院里面常常会出现。有趣的是，围绕在我们周边即将临终病人身边的朋友，都会一直的对临终的病人说：“不会啦，不要乱讲，不要乱想，医生又没有这样说，那个某某人比你更严重，都好了啦，安啊，很快就会好起来了。”等等，这类听起来似乎是安慰人的话，也可能是我们会这样说。其实大多数临终的病人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人世，因此也会想尽办法交代后事。可是身边的亲人往往不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不但不想他讲出他最后的遗言，一再的阻止他。一般人总是很少会鼓励临终的病人讲出过去生命的历史，可能是不舍，希望还有一丝的机会，但是，生有时，死有时，生命总是要会结束的，那把生命历史如果没有记录下来，反而是蛮遗憾的、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这里我们从16到18这3节，我们可以仔细来看那很多话一直在重复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这样子那这些等不多时就是过一会儿。这句话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多次的用这样的话让门徒知道，他即将面对十字架的一个苦难那再等不多时，你们要见我了。这句话就暗示了他即将要复活而且要显明给门徒看。他不止在这里，在前面也这样跟门徒说他为了要去为门徒预备地方，准备好了之后，还要再来回来，并要接他们到他所去的地方去他让门徒知道，绝不会抛下他们成为孤儿。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是含有应许的内容。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3节。来，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在
在那里啊。那我记得我父亲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父亲，我国中的时候就过世了，但是从他身上有一个学到一个榜样他答应我要带我去看电影，就一定带我去看电影，真的成就了成就了。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做父母亲的答应儿女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这对儿女是非常会有印象的我就是记得到现在所以来约翰福音14章18节，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说的话的应许一定会应验的好，但是呢，18节里面他这里讲到，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这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传讲信息是不只是一般民众不懂他所传讲的，连门徒也是一样3本福音书也一样记载的，门徒对耶稣说的信息经常不解经常不解。好，我们再继续到19节到24节这个地方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也可以说耶稣知道他们想问的这句话已经说出耶稣有别于一般人，因为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救主，他深知人内心的意念，甚至知道他讲的话的对象的生活背景状况在表面上似乎是喜乐的，但内心里面的企图，这就是耶稣的神性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两个。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只有人性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窥探上帝的奥秘，这是不好也不可能的这个也不可能从学习耶稣的神性来，没办法学习的没办法学习的所以人所能知道的，上帝会给我们会给我们20节是相对的句子当耶稣在哀伤的时候，世人会因此欢笑快乐。这节在说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哇，一些众人就喊好那门徒都哀伤的。相对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圣灵的充满之下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门徒就有这样的喜乐，那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就开始震撼和忧虑21节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隐喻的句型，就是以妇人的生产的经验来比喻生命转换的一个过程这种句子是在旧约里面来做比喻，教导以色列人要忍受面临的苦难，因为经过这些受破坏苦难之后，会听到新生命的来临的喜悦这种喜悦会涵盖了所有生产过程的一个痛苦。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门徒要坚定信心，不要因短暂的痛苦而丧失信心师母在生我2个儿子嘉庆嘉安30多年前的过程里面我想每一个做母亲的那个生产的过程都很痛苦很痛苦那因为师母在前1个月要生产的前1个月就发现说嘉庆是脐绕颈2次2周2圈那嘉安呢也是生产前1个月就发现是胎位不正胎位这边都要生产结果都是剖腹生在那个过程里面疼痛的恢复我想每一个做妈妈的那个过程还有做父亲的都是印象深刻那个过程，但是生出来之后就好了，生出来就好了，前面的痛苦那个喜悦可以涵盖前面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也让我们想到说是忧愁变为喜悦变为喜悦
好，曾经获得美国普利兹奖作品的拍摄一个妈妈跟她的最小的儿子脑瘤末期那特别摄影的，这是黑白拍摄下来的那一个妈妈的旅程那作者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记录了单身辛蒂他如何用自己的爱和耐心，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儿子来面对死亡。故事中的辛蒂曾经他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他身为一个单亲妈妈，辛蒂在生活过程当中出现了常人所没有的坚强。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了包括德雷克这个最小的第5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故事就发生在2004年年底那个做妈妈的辛蒂面对的更大的灾难，就是他的小儿子德雷克不只是脑瘤而且是神经性的瘤这是罕见的癌症。给儿子治疗辛蒂放弃了原来的发廊跟灯具的生意，全心全意的陪伴儿子在身边，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看一下一些影片看一些照片，他拍摄的那个过程可能有看过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在所有照片当中，最令人震撼、许久没办法说出话来的画面那我今天没有收集到那就是病患的孩子用双手捶打他的妈妈，并且大声的说：“你为什么让我活下来？你为什么让我延长我的痛苦？”这是孩子对妈妈的一个怒吼这个母亲面对孩子这样的捶打、质问他只能默默无言的接受。纵使有千言万语可以解释，也无法使孩子的痛苦获得释怀。但是虽然如此，身为母亲的辛蒂还是继续的付出全部的爱，陪伴孩子到最后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故事一些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为什么这么小的生命就得到这样的病这么小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意外的事情，我们不了解，但我们心里面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有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抬头仰望十字架，耶稣基督为爱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想，当我们碰到这样我们不能够承受的痛苦的时候，能够仰望十字架。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理由，要带给世人。我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最后一节里面，耶稣就明明讲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有苦难，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他那边，我们能够得着安慰从22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再次让门徒知道他在临当中，他的在临将会给门徒带来极大的喜乐。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宣告他的复活，这个信息是宣告没有死亡，是生命的复活。无论是谁，只要得到复活的应许，都会对生命充满了希望。只要有希望，就会有喜乐。23节这里这个句子指的是复活的日子，到那日也可以指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刻。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句子在旧约里面是上帝终末审判的日子。换句话说，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等于上帝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再强调的：信耶稣的人必定会得着耶稣拯救的恩典，获得永恒的生命好，
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3章16节。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来3章18节，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再次告诉门徒，只要奉他的名向上帝祈求，所祈求了必定会得到上帝的应许。24节，门徒因为有耶稣在他身边，因此他并没有向上帝祈求过什么。现在耶稣即将离开他们，回到上帝那边去了，因此应许门徒们用他的名向上帝祷告，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应许。原因是耶稣将会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成为门徒们祷告的保证人。祷告是和上帝的对话，会祷告表明的意义是与上帝和谐的关系啊。当祷告获得应许的时候，并且实现了，那时候感受到是生命极大的喜乐啊，极大的喜乐。那前几个月啊，因为我的孙子住院在儿童医院啊，我跟师母都在儿童医院里面长庚儿童医院我们陪伴很不巧的，就那几天我的痛风发作过去都是大拇指，结果这次是脚踝，就好像有一个石头在里面痛起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一拐一拐的，一跛一跛的。就在长庚医院里面，儿童医院那我就祷告说反正就在医院里面我就去看医生因为长庚医院我没有去看过因为我是初诊因为大家都在忙儿子媳妇都要上班那师母要照顾baby我就祷告说主啊，我就走过去到医疗大楼去看医生虽然不方便，但是我希望这样走过去，不要麻烦别人推轮椅，不需要，我还是可以走的还是可以走的。那我就这样祷告完之后，我就走过去了那跟从儿童医院的大楼到医疗大楼，如果你知道长庚医院的话，它那个过程里面也要200-300公尺走过去因为我没有在长庚医院看诊，一上去大厅像菜市场一样如果你去长庚医院，哇，像菜市场一样，像三和市场那样菜市场这样，这么多人在那边挤在那个地方我就挂号了，还好我是初诊，医生可以接纳我我就挂上了然后看诊很快就到我了然后护士跟我讲说，是不是要找人能够用轮椅能够帮助我？说不用，我看我走过来，我要走回去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希望可以。虽然我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会扶着墙壁，扶着墙壁这样走，但是我可以走，还是可以走过去，不要麻烦别人就这样子过去那我也看看说，我这样走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会来关心我？你说有人会来关心我吗？长庚医院那么多人，几乎快没有了，大家都很忙，到医院里面去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很多人忙，我知道也没有人看我也没有什么人看我了，应该是这样讲我只要一个人就这样扶着墙壁这样走过去，这样子然后哇，等到我去缴费抽血领药，那边又是一大堆人，像菜市场一样，领药的地方又是一大堆人我在经历到长庚医院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这样子，但是我要冷静下来，我要下一步要怎么走，下一步要怎么做，这样子。感谢主我9点半出发，回到儿童医院到7楼，11点半，2个小时，我可以走去再走回来虽然有一些担心，但是感谢主，我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好像很困难，但是我们就祷告，你可以做得到啊。完成之后非常喜乐。好，接下来想一想，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忧愁将会变成喜乐，这是耶稣给门徒美好的应许。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临终前跟门徒们说了许多话，这些话里面都带着特别的应许，其中有一个应许是一再出现的，就是用他的名，无论向上帝祈求什么，他都会得到应许。这个应许就成为今天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准则。所以每当祷告后，我们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就在这个地方，耶稣要我们奉他的名，我们要奉他的名。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这条道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2000年来，耶稣带给我们的应许，但是知道他的应许里面是照他的旨意。我们可以跟上帝求很多的事情，但是要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但不要忘记，耶稣给跟随他的每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他在里面的忧愁将会变成喜乐所以刚才经文里面读到，用女人的怀孕生子来形容，在临盆前会有极大的痛苦，那经过这个痛苦之后，就会听到婴儿的出生后所带来的声音，这声音带给母亲的有生命是满足、富有、平安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出生的婴儿，都会带给母亲带来生命的喜悦生命的喜悦。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已经说明一个基本的认识：跟随他的人很可能会遇到很多痛苦，甚至这些痛苦不是来自本身的或者其他别人所带来的但是耶稣说，这些痛苦将因着他的缘故成为喜乐的泉源喜乐的泉源。我在牧会的时候，因为很忙，在教会很忙，我跟师母两个一直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一次师母她发烧，送到802急诊室，就发现是胆结石，胆结石要开刀拿出来，这样子，要开刀那我签字这样。那时候我回到教会里面祷告会，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在弟兄姐妹面前就抱头痛哭就哭起来没有想到我的师母跟我一起打拼，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她生病了，她要开刀了，我真的不忍心，哭了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就仰望主就得到安慰感谢主，一切开刀都很顺利那一次记得那一次就发生气爆的时候，那个凯旋中心发生气爆的时候，我们每一天下班，我们从小港回到四维路这边来，都要经过凯旋路这条路。因为师母在住802医院，我们都在医院里面，看见怎么一排火过去，好多救护车有位姐妹，我就那天我就催着她赶快回去，她也要回到小港回去走凯旋路回去。如果再晚，她就碰上气爆如果我不晓得如果我们还是从下班回来，可能也会碰到气爆。感谢主都没有没有我不晓得就是这样子，都度过了那个气爆那个危险本来那一条路就是我们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刚好都不在都不在。那这里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原因是他带给信靠的人有永恒生命的盼望。这生命的盼望就是生命的复活，生命的复活这一点也可以说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珍贵的礼物——复活。没有一个宗教信仰
让我们可以享受到复活生命的盼望。除了我们基督教，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罗马书6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继续看25节到28节这个地方啊。25节，耶稣在这里说到，他经常用比喻来教导门徒。耶稣在这里又说，他不但用比喻对门徒讲解上帝的事，也让他们清楚明白上帝的救恩他的意思是让门徒知道，上帝为什么差遣他到世界上来拯救世人，就要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成就他的救恩呢？我想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叫我们放心，要有勇气要有勇气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那这里讲到这些事就是有关他前面做的，有关他即将受难于宗教领袖的事情。又在这提到时候将到一个是指的他的死，第二个就是他的复活之后，圣灵被差遣到门徒的身上，那时门徒就会明白耶稣降生的到世上的意义我想我们由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在主的话里面来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一次我们在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当这样跟上帝来求的。26、27节这里，耶稣再次的提到向上帝祷告。耶稣强调以后要奉他的名，可以直接向天父祷告，不需要他来代求我们注意到耶稣会这样说，是告诉我们认识一件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子民都认识上帝。而上帝也都爱这些属于耶稣的子民，这些属于耶稣的子民都可以透过祷告直接跟上帝来祷告交通。所以换句话说，每个信耶稣信徒的都可以向上帝祷告，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媒介，除了耶稣基督。就这样一个媒介而已，这样一个管道我们直接可以跟上帝来祷告。28节耶稣一再告诉他的门徒和当代的犹太人，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拯救者。但是除了当时的门徒和没有人能够接受这个说法。不但这样，当耶稣将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以父子作为比喻，犹太人宗教领袖就决意要杀他。所以来这段经文，约翰福音5章18节，来，所以一起来读来。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上帝当作平等。这就是当时犹太人的问题因为他一直认为耶稣在亵渎上帝的圣名，要处死最后29节到33节这个地方，这两节29到33节，耶稣的门徒的信仰告白，他向耶稣表明已经明白他从上帝来的，相信他，这也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主要的信息。他要告诉所有人，耶稣就是上帝差遣到世界上的救主，信耶稣就等于相信上帝的救恩一样31节，当门徒们表示上述的信仰告白之后，耶稣的回答并不是很热烈。现在你们信吗？耶稣说了这句话，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回答？这正好表示出耶稣真有无所不知的能力。因为后来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们都逃难离去了，没有一个留下来。彼得还3次不认主。所以这也对我们信仰有一些挑战。当一些
攻击、逼迫、患难来、疾病来的时候，我们信仰情况是如何？牧师应该是很坚定的，但是我会怕死。我有一次在牧会的时候，我的牧师馆在4楼，发生地震，我们家人好像在用餐，我的孩子还小学，第一个跑的人是谁？牧师。我第一个先跑下来，我的家人呢？后面师母才带，嘉欣家人才带下来。我那时候想到自己，我不是要保护我的家人吗？我要牧养我的教会，我要牧养我的家庭，保护我的家人。结果我这个人就先跑了，那时候，我想想，真的有时候真的很软弱。门徒们也一样，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些人就四散了。所以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32节就你们要四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32节里面带出几个重要的信息，你们要四散表示门徒很害怕，真的跑掉了。好，各归自己的地方去，又重操旧业的。第3个永不孤单耶稣并没有因为门徒都将你们要四散各位地方去就孤独，没有，他在这里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不错的，上帝永远会与他尽忠职守的仆人同在，因为真正在传福音的人是永远有上帝同在，只有为自己为人来工作才会感到生命上的孤单。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其实我们做的这些里面都是来荣神益人，不是要为自己的私利或者伏在为别人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想那都会让我们很孤单的。33节，耶稣再次的强调，他告诉门徒这些事的用意，就是要坚定门徒们的信心，因为有足够的信心，才能够带来心灵的平安。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平安，世人所能给的平安并不相同，是可以不用为生命忧愁的、害怕的真实的平安，也是一种苦难中享有的平安因为这平安是从天上来，不是人间所给予的。不但这样，他要强调说，这世上有苦难他希望门徒们要勇敢，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了。耶稣又曾这样说这世上统治者虽然一再的迫害他，但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后来用当时候最残酷的刑罚钉十字架钉死耶稣，以为这一般世人都会恐惧的死亡来对付耶稣，就会胜过耶稣所带来的生命的力量。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已经胜过了十字架上的死亡，因为他复活。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些当时候背后的这些意义里面耶稣所做的这些，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被钉死？第三，从死里复活，这就都胜过这世上任何的这些攻击、魔鬼来的这些打击挑战，你胜过这些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不要把它信小了有时候我们真的一些小事情，我们就会抓狂。其实牧师也会了，我们都是人，都会，但是我们一定要抬头仰望十字架，抬头仰望十字架，你可以从主他的爱重新燃起我们的信心、勇气。好，最后想一想，这里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信他人不会有生命的苦难。这一定要知道特别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讲你信啦，你信那个好啦
一醒掉哦，无苦难啦，没有苦难，不，千万不要讲这句话啊！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信他人不会有生命的苦难，反而是怎样？他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我们是有生命的苦难的，我们是有生命的苦难的，但他让我们知道，依靠他的人会有力量胜过生命的苦难。我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一生的信仰要依靠他，靠了他胜过，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有限，我想这样的功课里面，应该不断的一直到见主面，因为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当我们都知道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自满，千万不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来学习学习，好。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喜欢生命中有苦难的啦，就像没有人会想要有疼痛在我身上一样。我们痛风之后走也是很痛苦的，真的很痛苦不希望有这样子而且这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并且难以忍受，甚至严重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了结生命的念头，有的有一部电影叫做《罗伦佐的油》可能有人看过那在叙述一对夫妇为了治疗孩子的病，几乎跑尽了所有的医院，我们找过所有的名师但是大家都照了他自己的医学领域自身的名誉，对这种病患家属的帮助都有限的这部电影引起了很大的讨论但是对家属并没有大的帮助这后来又产生了自然死跟安乐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痛苦的感受。我们看一些图片，罗文者的有，这电影前面是电影这个是真实的真实的。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是有苦难的，但他胜过的是世界，意思就是他已经胜过了世上的苦难。只要我们和他连接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他的赏赐生命的力量。他赢过这世上的苦难，就像他十字架在被钉死临终前所说的话一样，他把生命交托给上帝的手中，因为他知道生命的泉源就是上帝，他才是生命的审判者。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诸事大顺不会有任何问题，不是这个样子。我想，有一些刚受完洗之后其实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因为你受洗的时候谁不喜欢？魔鬼一定不喜欢。魔鬼一定不喜欢，邪灵一定不喜欢。你受完洗之后，其实你的环境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谁？你自己。因为过去不认识上帝，今天认识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上帝，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都要反复的能够回到那个我们得救的那个点里面，能够重新能够靠主得力因为这环境是没有改变的，攻击还是会来，不如意还是会来病痛还是会来，如何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这是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那事实上，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认识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明白生命即使再痛苦，都比不上耶稣在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想今天的信息里面盼望带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仰望主，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个牺牲的大爱是何等大的救恩
我们都应该要流泪，要流泪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何等欢喜！带领在主日我们同心的敬拜，保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思想，主耶稣，您在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这些，为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受了羞辱，主啊，让我们感动，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我们靠主得力。主啊，安慰我们的心，虽然我们可能遭遇到一些我们不能够承受的痛苦、患难、险阻、病痛、软弱，但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光照，都带领我们，好叫我们在生活里面靠主得力。求主赐福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靠主，我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来荣整义人。我们献上赞美，将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谢谢牧师的证道。那我们上周的圣餐礼，因为台风关系，所以移到本次主日来进行。现在交给陈牧师。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因为台风的缘故，所以我们顺延在这一周举行圣餐。但是在圣餐礼举行之前，我要让一位勇敢的姐妹，她要来为她自己的经历，刚刚一文牧师提到的忧愁变成喜乐，他们真的是经历过，在上个礼拜经历过三温暖一样的这样的忧愁，但是又变成是喜乐，所以她今天要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她的一个见证跟分享。我们请诗英姐啊。OK， 好。谢谢各位为我的宝贝媳妇雨明车祸受伤祷告，谢谢。我想分享一下我媳妇最近住了12天，7月2号的早晨到现在是12天的时光。7月2号出车祸的时候住在加护病房7天，大体医院的加护病房7天。我这7天的心情是无难的煎熬，没有办法。到了第7天以后，医生说可以转到普通病房，然后我有请特别护士，然后就很细心的照顾我宝贝媳妇，她的病情慢慢的复原，然后有各位弟兄姐妹天天为我的宝贝媳妇祷告，谢谢你们，谢谢。我要感谢主耶稣与我同在，阿门。谢谢。我们的诗英姐是勇敢的姐妹啊，她除了这个她的家庭里面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她仍然很坚强，而且还要安慰这个家贤。那另外她自己本身，她曾经有过这些的病痛，但是她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些。所以刚刚一文牧师在这个信息当中也给我们鼓励，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平安不是因为你没有苦难，而是在苦难当中我们是可以得胜的。信心使我们胜过这世界，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仰是活出来的，让我们活出那样的信仰。当人在混乱不安跟这些的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们在沮丧难过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盼望，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的同在比没有主同在的那样的平安更好。
上帝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享有真正的平安。愿上帝的带领。那我们一样，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是有圣餐礼拜。那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人有旦夕祸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事实上要告诉大家是，牧师要做决定很难，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早上是无风无雨的情况，但是必须还是要做决定。所以也请大家要为这些可以做决定的领袖祷告，因为要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满意，但是我们只有求上帝能够满意就好了。愿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跟看顾，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完全的，但是我们唯有求主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彼此包容跟接纳，让我们在心灵里面也得到恢复跟医治。愿上帝来带领。好，请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圣餐礼，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是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同诵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
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餐的同工到前面来。刚刚一直没有打开哈，因为有人提醒说，牧师你讲话讲太长了，怕口水会喷到上面哈。好，所以放心，我们一定是很安全的给大家啊。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是他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一文牧师，这样不用下来领啊。主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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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的。2楼。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请我们从中间走到进来，让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的分享圣餐，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能够合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请4楼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到3楼这边来一起同领，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纪念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这美好的事。愿上帝来带领，也让我们透过圣餐能够彼此合一。在基督里，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痛苦也是我们的痛苦，我们弟兄姐妹的喜乐也是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真实成为一体，用同一个饼，用同一个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正式的基督徒，但是你已经信主了，你相信神在你的里面，那么让你从心里面，我们用右手放在心上，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这个圣餐，让我们从心里面来领受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与我们的主合一。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已经信了，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在灵里面来领受圣餐。
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蒙恩。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饼掉在杯里面，不要下去捞啊，请我们就是沾着就可以，沾着就可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正式的基督徒，没有关系，我们心里面已经信了，我们就相信主耶稣的圣体与宝血对我们同样产生功效。让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来领这样的饼跟杯，让我们在灵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牺牲，接受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而流。愿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透过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来学习为别人能够这样来献上生命，为需要的人来流出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血，使我们能够来服侍人，服侍众人。或许别人不明白，也许别人不晓得，但是我们仍然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来侍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后面还有，图妈妈，对，没关系，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上帝面前来自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一同来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这样的生命跟恩典。让我们一同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拜到这里。会众请起立。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在心灵良诗336首，愿主吸我引我。我愿一心与主
会众请坐，请司线的同工来至台前做预备。让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以正直的心，乐意的献上金钱，这些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做你所喜悦的事，让事工上可以使用，让更多人都能够领受你的爱及救恩。以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或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的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身边。会众请一同起立。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拱手问安。好，大家请坐。那我这边报告一下好，大家请坐。那我这边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就是本周主日感谢林志坚牧师的台语堂正道，
以及这个蔡依文牧师的华语堂证照。下周主日的话，7月20号华语堂由这个潘辉珍传道来证道，请弟兄姐妹预备同心敬拜。那下一次7月20号主日敬拜后，将于11点45分举行接待与诗献之美研习会，欢迎服事同工与想了解如何服事的弟兄姐妹于布告栏填写报名参加。另外，全国姐妹会的夏令营将在这个8月15、16举行。本堂有11位姐妹参加，请为参加者有美好联谊及平安祷告。那卫理神学院新学期有推广教育课程，基督徒的传讲艺术已开始受理报名。那这是实体课，另外也邀请弟兄参加我们周4晚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来做这个祷告。那会众请起立，3、2、1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在暑期的当中，愿上帝保守我们，特别在天气傲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经历人生的风雨，也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平安。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日日能够有领受你的恩典，时时能够分享恩典出去，使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那在教会这边，这个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在1楼有这个新眼光的这个读经本，那教会有预备蛮多的，那弟兄姐妹可以在1楼的大厅那边可以领取。那我们在订阅中，这个会众请低头默祷。那订阅后可以彼此问安交通，如果需要牧者祷告的，请至台前。